你知唔知其實學一啲好簡單嘅資訊，好似一字咁淺嘅嘢，其實你個大腦都會忙到爆煲。點解呢？因為呢個一字入到你個腦度，佢會即刻被分開拆件處理，顏色一格，形狀一格，仲有聲音、概念，甚至乎你睇到嗰個一字周邊嘅環境，例如老師嘅樣貌、佢嘅聲線、課室嘅背景，仲可能會有氣味，都會分開唔同嘅地方去處理嘅。而呢個過程係超級複雜嘅。你可以當你嘅大腦係一個超大型嘅迷你倉，入邊有無數咁多個格仔，每一個資訊就好似零件一樣，被分門別類咁樣擺好。顏色1號區，形狀2號區，聲音3號區。但問題就係你唔及時幫佢整理，或者喺整理嘅途中俾人打斷嘅話，就會亂晒大龍。我哋每日學嘅嘢嘅複雜程度都係遠超所像嘅，仲要應付考試呢一啲無形嘅壓力。所以我哋就要了解大腦重組資料嘅機制，否則嘅話你就要輪迴好多次，千辛萬苦先至可以補返呢個記憶嘅漏洞。